2026年，如果你仲係逐個 prompt 咁餵 AI，你就輸喺起跑線啦。而家係 agent 代理人嘅年代。今日我哋一次過睇晒 Google Gemini 3、OpenAI GPT 5.2同埋 Microsoft Copilot 2026版，睇下邊個先係你最強嘅虛擬員工。首先講 Copilot。2026年，佢最強嘅係 Agent Mode， 佢唔再係喺隔籬俾建議，而係直接落手落腳做。例如你喺 Excel 同佢講，幫我對翻去年度嘅裝修開支，揾出唔啱數嘅地方，再整份報告俾我。佢會自己行幾步，唔使你執。如果你全公司都係用 Microsoft 365，佢嘅 Work IQ 直情記得晒你哋公司嘅邏輯，係最穩定嘅選擇。但係如果你要處理海量資料，Gemini 3依然係王。佢個100萬 Token Context Window 係佢嘅殺手。你可以將過去5年嘅紐約房產市場報告一次過調入去，問佢一個好細微嘅趨勢，佢幾秒鐘就揾到。如果你有大量錄像或者幾千封 email 要執，Gemini 係最快嘅。講到創意同複雜邏輯，GPT 5.2仲係大師。佢嘅 Operator 系統可以幫你喺網上訂飛、買嘢，甚至幫你寫一套全新嘅自動化程式。如果你追求嘅係創新同埋最似人嘅溝通，GPT 依然係首選。2026年嘅建議：文書自動化揀 Copilot， 大數據分析揀 Gemini， 創新研發揀 GPT。你哋而家轉咗用邊個？留言話我知。記得 subscribe 紐約與你。